小品当中的其中4首，谢谢今天的小提琴家，因为他现在要去弹钢琴了。大家今天就一样放松听哦，太拘束。想要聊天就聊天，想要睡觉就睡觉，没有关系。Mascagni 的《乡间骑士》的间奏曲，它原本是一部歌剧《乡间骑士》，但是它当中的间奏曲实在是太好听了，所以非常经常性的被单独挑出来演奏。那当时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旋律太美了吧！但是它原本的故事其实完全不是在讲这种很优美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就是它单独拿出来演的时候是非常温柔的一首曲目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小提琴独奏以及钢琴伴奏的版本。